其實我唔認識麥當勞叔叔之家嘅10年前，直至到3年前，我嚟到第一個感覺我就好想做咯。佢有20間房啦，套房嚟嘅，服務嗰啲對象咧就係喺威院接受治療嘅一啲病童嚟。麥當勞叔叔之家係一個家，絕對可以俾到一個家嘅溫暖。佢俾到個家嘅感覺我咧，因為佢呢度係好溫暖，同埋好有安全感啊！仔仔係患咗白血病，我仔仔第一次開刀啦。兒科病你知家長係冇得陪小朋友㗎，咁啊入咗去幾日之後咧，咁啊姑娘話啦，幫你打電話去麥當勞叔叔之家度睇下有冇位啦，一住就住咗9個月啦，足足。俾到一個有支持嘅感覺咯，唔係淨係一個小朋友，係佢嘅成個屋企人，因為呢度有其他嘅屋企人喺度互相扶持。只要付出愛心咧，其實就已經可以令到佢哋好開心。我覺得呢度嘅小朋友咧冇咁扭計，佢知道自己有病，咁所以變咗佢自己都會好堅強。人病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心理上嘅壓力同埋痛苦。咁小朋友更加添。咁我睇見佢哋都能夠面對呢啲痛苦，都能夠充滿住笑容咧，我會好容易將自己嘅鬥志啊、情緒咧提返高㗎啦。能夠好彩色繽紛咁樣帶住啲歡樂，帶到啲好多關心同照料俾所有嘅小朋友咯。咁有一次，我記得做到晏晝食飯，初時我以為即係自己6杯麵咁樣噶嘛。咁但係佢話唔係啊，樓上啲媽媽煮咗飯俾你啊，預咗一碟俾你噶啦。咁跟住我話：咦，做義工有住家飯食咁好嘅咩？咁嗰下觸動到我就係呢個可能真係可以做一個家嘅一個義工嘅地方咁樣。好似自己人咁咯，大家好有關照㗎，好好㗎，好融洽嘅我哋啲家長。因為我最困難嗰時，麥當勞叔叔之家咧，真係幫咗我好大嘅忙咯。咁我覺得我而家有我嘅時間，我可以做下義工，係覺得幫翻麥當勞叔叔之家係幸運㗎啦，叫做笑容啦，我會覺得我俾咗呢個家笑容，我對住每個小朋友都好開心，同埋感覺自己後生咗好多啦。有嘢帶走㗎，因為咧每一次離開呢度咧，都會有一個歡樂嘅回憶。你會係好自然咁就去關心人，實習一下咩叫愛人。呢度啲病童嘅家長都當個女咁樣，咁就已經足夠。我覺得麥當勞叔叔之家係一個快樂嘅起源，可以將喺度住嘅人咧轉為一個開心嘅一個家庭。如果麥當勞叔叔之家係一個人嘅話，我祝福佢永遠都健康快樂。